間中都會有客人問到鴨毒定鵝毒。首先，我哋要知道鴨同鵝喺中醫嚟講唔同嘅功效。鴨本身係甘鹹涼，有一個滋陰清熱、利水消腫、養胃生津嘅功效；而鵝係有一個補虛益氣、益胃生津、通利五臟嘅功效。所以整體嚟講咧，鴨係以滋陰為主，而鵝係以補氣為主嘅。如果大家有食過鴨或者鵝，你會發現鵝肉其實係比較鮮味，所以凡係有濕熱、皮膚有瘡嘅人食咗都容易會誘發疾病。而喺烹調上面，大部分都係以燒為主，亦都可以解釋到點解會特別容易上火。而我哋食嘅時候，好多時都會連埋皮一齊食，變相又熱氣又濕，形成中醫所講嘅毒。如果你問我一次過食大量嘅燒鴨同燒鵝，邊個毒啲呢？我會答你係燒鵝。記住少食多滋味，多係懷肚皮。希望呢個小知識可以幫到你哋啦。鍾意呢段片嘅記得 like、share、comment 同埋 subscribe。如果有咩 topic 大家想聽，歡迎留言俾我。中醫或者身心靈嘅角度都冇問題，最緊要記得撳埋個叮叮鐘，咁樣你就唔會錯過每一段片啦。